110年全国语文竞赛，客家语朗读文章，国小学生组先强编号3号，齐翻成录音。阿妹嘅喊麦，望脚下研作。希望嘅师傅行过做手工嘅送梅，啲无糖行无限沏茶。师傅交代送梅，为了专呢临时来希望时怎好用。阿妹看送梅无限啲嘅脚晒，就去牵水管呢来淋转呢。我就听见阿妹啲旁顺教水。阿爸啲外去上班，无法度直接转屋卡，屋卡太细项嘅事情，全部系阿妹一家人开起来做到2头乌。我哋唔知头天嘅3姊妹，想到我有新屋好吃，有自家嘅间房好带，心肝度不时都抗有欢喜嘅心情。上次阿妹喊来天数办转呢，贴转呢，款水、款茶，我老两个阿哥天窗外去天数，下晝2點空诶，阿妹啲做下無限，義工聽到阿妹拿菜刀切豬肉、香菇、芹菜、四木頭、開牙絲，哇！阿妹愛開始煮點心咧，我點誒出去做下看阿妹煮點心。阿妹對豬油紅誒熱掉誒豬油放落鑊度，撒點放浸過嘅蝦米、香菇來添香。炒出香味過後，放切好嘅竹筍，炒一下，再放洗清嘅米向下鍋炒。浸過蝦米同香菇嘅水，未冇打上。啲條嘅透油後，就同滾水向下倒落去煲糜咧。差唔多半點2鐘邊咧，糜就煲好誒。唔過糜sau碌碌誒，阿妹就同規鑊嘅糜掂到太面盤啲度，本糜冇硬燒。啊哈！天數減半塊，變到無糖嘅愛做嘅行。聽到阿妹喊，我夾夾擺好碗筷，阿妹就喊我3姊妹入去旁順嘅愛屋度搞。阿妹講：師傅識點心，生意呢唔好坐到順頭看形式，按樣冇禮貌。行入愛屋度，我就拿細電頭誒來貼腳。對西窗門呢，就看師傅佢哋識點心。老師傅添第3碗，做手工嘅送梅，未添第2碗。我心肝都當緊張，都是咕嚕咕嚕嘅聲，也唔愛輸人。阿妹報到安太旺嘅喊麥就會冇咧，我嘅在唔知幾時沙橋到半天個。我夾夾就去做下。這樣是阿妹去數嘅春毛2碗嘅喊麥誒。阿妹喊我去天數碗筷，我唔敢認，慢慢地行，慢慢地做，碗筷變到做下就愛走咧。阿妹講：去拿碗來做。原來阿妹煲好喊麥，早就有留到嘅本身嘅聲音咧。我夾拿碗去裝麥，一下就顧唔得幾下不愛嘅面子咧。屁股老在，我開始無限了。一碗好食嘅喊麥，有香菇、蝦米、竹筍、醬豬肉、芹菜，還有阿妹寫字嘅心。閒些時節，我說唔到出來。一下我自家做阿妹咧，特別感受得到，也一碗喊麥嘅
好咪西。大家朗读都要未结束，按子些，咱来了。